天走，明天应该台风不会有吧？明天有多少人不能来？我知道请假的人，我知道请假的人就是你要上班补课没有办法，然后不补班补课的，基本上。牙科师范，牙科说的好。哎，剩下5分钟要尿尿的，要喝水的赶快去，没时间的请上来排队。因为下礼拜是不上的，下礼拜是休息的嘛，就是连假，对，连假的，所以下礼拜我们是没有的，就是本来就放假讲好的，这上次就播了嘛，对吧？明天晚上就轰开啦！金茂老师还了礼拜天讯息轰开啦，你要再验改吗？我们明天下，那就练吧，我歌就写好了，我这礼拜很努力的把歌写好。喂，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各位可以吗 ？OK 吗？好 ，OK， 好，可以。
上线，上线，这么快哦！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平安！平安。是，不论现今大环境如何的变迁，我们生命中遇到如何的境遇，这些都不能隔绝我们跟神的爱，而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欢迎大家，不论在线上的朋友，或在教会的兄弟姐妹们，都欢迎一起站立，我们歌颂、赞美我们全知全能的神。拄着七连载的为你真艰苦，伫到落一失望失眠看无路，你所伫的阮事，逐项想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阮事你定算着笑，主的阮事你减算为了，主的阮事。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看愈烦恼，直到心乱乱，要伊上帝听头陪失家不愿。你所伫的阮事，搁再想来记，要伊就会无记日日爱吟诗。主的阮事，你着算着笑。主的阮事，你减算为了；主的阮事，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一年，无论大小事，无地落只希望上帝应做主。你所伫的阮事，照顾想来顾。主的安慰帮咱引带到天堂，主的阮事你着算着笑，主的阮事你减算为了，主的阮事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大水泛滥的时。也互我坐得做王，也互我坐得做王，直到永远。我要仰望南山，我的帮赞打落来，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也好发来。我要仰望南山，我的帮赞打落来。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也好发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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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仰望南山，我的帮赞打落来。
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也好欢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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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咱着明捌耶和华，出来进前来捌伊。伊稳当出现，亲像天光早的光。伊要临到咱，亲像雨，也亲像春天的雨，润泽土地。为这块土地，完成心祈祷。我主的真理，哪讲全对偏照？为这个小子，愿强逼困求。主使我命，予阮骨肉地球。愿尊荣阿爸天父，你成何讲理？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尊荣阿爸天父，你旨意伫这，愿两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愿尊荣阿爸天父，你成何讲理？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尊荣阿爸天父，你旨意伫这，愿两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愿两望甲喜乐，永远踮阮心中。阿门。真感谢雅歌诗班搁一摆用真水的诗歌，带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搁一摆伫拜五的暗暝，咱组织伫教会上帝的厝，要来搁一摆甲伊来祈祷，甲伊来开讲。这是咱用感谢甲学乐来开始咱今仔日的祈祷会，请大家做伙来读这个经文，是诗篇138篇第1节到第3节。我要专心感谢你，伫这个上帝面前要唱歌学乐你。我要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乐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做大。赢过你所有的名，我求救的日，你就应我，鼓舞我，互我的心有快乐。咱第二用清气家己甲悔改的诗歌来做咱第二段的祈祷。来，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
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求你按你的名，无看我的罪，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完整正直的心。诗篇51篇第7到第10节吼。所以今仔日咱基督会要来看约珥书吼，咱即个甲金句有约的即个进度，今仔日已经来到约珥书的第2章吼。约珥书是一个真特别的。即个小先知书吼，一只我有写3个即个伊的特别的所在，咱做伙来看吼。第一个所在是伊讲伊无即个真明确的讲，即本册是写伫啥物时阵吼。所以即本册吼，伫即个圣经学者有足侪讨论，有诶讲是伫即个西元前9世纪。伊直到6世纪、4世纪的这个说法拢有吼，所以这个因为伊的这个第一篇第1节就讲，伊是这个毕托尼的囝约珥写这本上帝的话临到毕托尼的囝约珥的身躯吼，所以就干那即句尔，所以要对这个约珥书内底这3章要去找伊的这个线索吼，真歹学找，内底。讲到的这个君王，也是其他的名拢无，所以这个约珥书无法度确定伊是写伫啥物时阵的吼。所以这个咱的这个改革中的老前辈加尼文就讲吼，若是找无吼，咱就爱练习，唔免去知影讲即本册写伫啥物时阵的，因为即项代志可能就是无重要，所以上帝就互遮的作者伊。无将即个线索留伫即本册内底，就是提醒遮大家拢，咱爱专心注目伫即个约珥书内底的即个信息，毋通去因为伊讲哇，即本册毋知是啥物时阵写的，就伫遐讨论无袂记讲即个约珥书内底有真侪足水的即个信息要甲咱讲吼。第2吼，就是咱念咪嘛会看吼，即个约珥书伊即个作者非常的了解圣经其他的册吼，伊摕足侪即个其他的先知的话，也是引用足侪先知的话，咱念咪会来看吼。而且伊足奇怪，伊无安尼特别来指控以色列伊一个特定的即个犯罪的事实吼。毋过伊甲其他的先知共款，就是宣告上帝的审判。咱念咪会看到有足侪耶和华的日子，即几个字会一直的出现吼。所以咱即马来看几节的圣经吼，咱会当看到约珥书伊甲差不多其他10几个先知有足侪共款的用词吼。第一个伫约珥书第2章27节，以赛亚甲以赛亚书第45章第5节，咱看到啥物共款的所在？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别个。吼，即句话咱真正熟对吧？这伫创世纪、出埃及记、十诫内底，咱拢足熟。毋过足趣味哦，你若去找先知书内底。就这2个所在有出现，随便讲这个除了我以外，你没有别的神。这是咱最核心的价值的一个概念。毋过伫先知书内底，就这2卷书有出现尔吼。阁有这个约珥书第2章甲西番雅第1章吼，才有啥物乌乌暗暗，密云。甲大暗，就是乌暗吼，即个用词若是转去看伊的希伯来原文，拢是同一字，所以伊甲即个西番雅书嘛有足侪相像的所在，两边拢是用同款的字吼。咱过来看约珥书甲马拉基第4章第5节，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阁通惊，吼伫马拉基是耶和华大，阁通惊的日。
袂到的大声吼，所以伊有足侪用词，拢是甲其他的即个先知会用的字拢共款，表示即个用力伊是足熟的，即其他的先知的即个作品吼。搁一个所在是伫用力书甲厄巴迪亚第1章吼，厄巴迪亚就是1章尔，第15节吼。吼，伊讲若是即个我要激动恁离开恁所未因到的所在，我要互恁的报应归伫恁的头壳吼，归伫恁的头壳。啊，这伫厄巴迪亚才嘛有出现吼。啊，咱莫讲感觉即个拢足熟的感觉吼，其实伊拢伫即个先知书内底出现的频率拢足少的啊，拢是约珥甲其他的先知书有同时出现的吼。啊，搁有即个约珥书第3章甲阿摩司第9章吼，即个大山要滴甜的酒啊，阿摩司是大山要滴甜酒。小山欲流奶吼，然后加是小山欲流奶拢共款吼。有时是咱的即个华语的圣经翻译，甲即个希伯来圣经的翻译无啥共款吼。毋过咱会当看到，我差不多才列的差不多才一半尔哦。咱会当看到，若是有有兴趣的，当转去过来看即个约珥书甲阿摩司书吼，啊甲其他的先知拢有足侪相共款的所在。啊，搁用历史搁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就是彼得甲即个伊的十一个，甲其他的11个使徒门徒做伙的时阵，有一摆圣神感动因，所以因就会使开始讲方言，会当讲逐款的即个甲因外地人的话吼，啊，大家就叫是讲啊，因啉新酒，啊，拢早起9点就开始酒醉啊吼，啊，即个时阵彼得所引用的即个嘛是约珥书即个真重要的一节经赞吼，就是伫落尾的时阵，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见若有肉体的，恁的后生，恁的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恁的老人要得到迷茫吼，这是咱足熟的有2首歌嘛是拢用即节的经节来做曲吼。所以咱看到即个对旧约啊到新约吼，即个约珥书伊其实是一个足重要的即个桥梁吼，伊一直出现啊，表示讲即个约珥书伊真实啊，伊要提醒咱的即个代志，伊就是知影讲伫读的人应该嘛拢甲伊共款知影吼，所以伊就即个无写讲即个特定的犯的罪是啥物，啊嘛无讲即个特定的君王时间是啥物，足特别的一个小先知书吼。啊下骹有一个短片吼，咱人民来做伙看，这是一个 Bible Project， 就是一个圣经的计划吼。啊，伊即个影片本来是应该是英文的，毋过伊将伊的即个版权释放吼，伊讲倒一个国家，你若是想要翻译做恁家己的即个话语吼，拢欢迎你来改吼。啊，所以即个若去网络来找，会当有简体字、繁体版拢有吼。所以咱看教会有趣味，咱将即个66卷书的即个短片，咱拢来改做台语的吼。咱来看卖即个是即个约珥书的介绍吼。圣经中的先知书声音可以大一点，是一卷短而有力，但却令人费解的预言诗。在圣经的先知书中，约珥书因这以下几个原因而独特。首先，在这本书中没有明确的说明此书写于何时，这可能是以斯拉、尼希米期间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后写的，因为他提到了耶路撒冷、圣殿，但没有提到任何君王。另一个独特的地方，约珥对其他圣经书卷非常熟悉，他提起或引用很多先知的话，如以赛亚、亚摩斯、西番雅、那鸿、俄巴底亚、以西结、马拉基，甚至还有出埃及记。这也与最后一个独特之处有关，就是约珥从未对以色列指控任何特定的罪，所以像其他先知一样，约珥也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就要来了，但他没有提及原因。很有可能因为约珥觉得你已经像他一样读了很多卷圣经书，并且你已经了解了以色列人的悖逆，
这3个特征的总和将帮助我们理解这本有意思的小先知书。约珥是个沉浸在早期圣经中的圣经作者，并且他对这些反思帮助了他感受到他生活里的悲剧，这也给了他对未来的盼望。让我们深入其中，来看看这本书是怎样的。第1和2章，约珥专注在耶和华的日子，这是先知们都会说的主题。回想出埃及记里的瘟疫，在述说神在过去用大能的方式拯救他的百姓，或者去抵抗邪恶。但先知看见这些过去的事件指向将来，神会再次处理百姓和列国中的邪恶，并且把救恩带给全世界。在这第1和2章中，约珥带出了2个平行诗来专注在这个主题上。所以第1章是过去的耶和华的日子，他一开始就宣告最近发生的灾难，蝗虫毁灭以色列。他对蝗虫的描述使人回忆起神击打埃及，回想出埃及记第10章里的8个灾难。不过这一次蝗虫是被派来攻击以色列的。约珥呼吁领袖和祭司带领百姓悔改和祷告，而约珥自己也和所有祭司一起悔改。第2章它具有相同的诗体设计和思路，所以约珥宣告了另一个耶和华的日子。不同的是，这个是指将来的，这是一场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灾难。他开始描述另一波的蝗虫，但他使用军事和宇宙般的图像，使蝗虫成为神的军队，像骑兵和士兵正在前进，并摧毁路上的一切。太阳变为黑暗和大地震动。约珥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谁能当得起呢？约珥再一次呼吁百姓祷告悔改。他说，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并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换句话说，约珥说，有些人可能只是为了脱离麻烦而假装悔改。他说，神对此不感兴趣，他要他的百姓除去他们的自私和邪恶，真正的改变。然后约珥说，以色列应该悔改的原因，因为神是恩典和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约珥在这里引用了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做了金牛犊后，神如何原谅他们。从那个故事里，约珥指出神的仁慈和慈爱大于他的愤怒和审判，所以他领导祭司在行为上悔改，祷告求神使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在这2首诗后，情境转变了，有一个简短描述神如何回应约珥和百姓的悔改。于是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子民。然后神说，他会把审判日的毁灭转变为救恩。首先，他会打败威胁的入侵者，他会去把他们赶到自己的荒废之地。然后他要恢复被毁坏的土地，使之有生命，再次被充满。最后神说，他要降临在百姓中间，使百姓可以真实坦然无惧地感受到他。到现在为止，这首文笔优美的篇幅告诉了我们一个充满能力的故事，看到以色列人的罪恶如何导致灾难和神的审判。不过因着神的怜悯，仍然长存盼望。但约珥从所有这些过去的事件中看到神将来审判的意象，所以在书中最后一部分，约珥写了3部分优美的诗句来对应神的回应。他从其他预言书扩展出来的图像，这一切都是对所有人的希望的愿景创建。首先是神在百姓中的同在扩展成了一个应许，将有一天神的灵、神的同在不只充满在圣殿中，也会充满在他的子民中。约珥借鉴了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的应许，神的灵会来充满并赐力量给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够真正爱神，跟随神。约珥再次提起神的应许，他会对抗外来的威胁入侵者。约珥看到这些与肆虐蝗虫相似的事，他那个时期充满傲慢与暴力的国家蹂躏和欺压百姓，所以他借鉴了以赛亚、西番雅和以西结对未来的应许。当审判之日来临，神会对抗列国中的邪恶，把他们的暴力回报到自己身上，将正义摆在正确的位置。最后约珥看到了土地恢复的意象，他看到了所有被造之物更新的盼望，所以他借鉴了以赛亚、以西结和撒迦利亚的承诺，
神公义的审判会给全地带来复原。一个新的伊甸园是上帝在耶路撒冷的存在，将像河流一样流出来，带来宇宙更新。所以约珥书的结尾部分展示了神的宽恕和怜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创造。简短的约珥书深刻探讨了关于人类在世界上的邪恶和毁灭性的破坏，也关于神要向那些愿意承认自己罪的人表示怜悯，以及探讨了我们最终的盼望。终有一天，神会打败在世界上和我们里面的邪恶，并带来他的医治，使万物更新。这就是约珥书的内容。真简单吼，不过就真清楚吼，看到这个约珥书短短这个介绍吼，所以我拄仔才甲阿典伫讲吼，若是明年咱这个台语比赛吼来分组啊，每一组认领一卷吼，啊，登去改写成台语啊来比赛，看啥人的翻译较水吼，这嘛是互因两礼拜来做吼。好，所以咱继续来看，明仔载就会使读到这个约珥书第三章吼，伊拄仔讲有3首足水的诗歌伫第3章甲第2章的后壁吼，所以咱做伙来看。昨甲今仔日的这个金句有旧约吼，咱做伙来读，这个是约珥书第1章14节吼，来，恁着设一个禁食的圣日。调集严肃会，召集老大，甲国内一切徛起的百姓，到耶和华恁上帝殿，哀求耶和华吼。咱做伙用华语来做这个祈祷吼。全能的主上帝，感谢赞美你，借着先知约珥的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在遭遇可怕的蝗灾和旱灾。显示上帝的审判临到，而百姓唯一的盼望就是要悔改。求主怜悯，面对新冠疫情变幻多端，生活各项行动活动都受限制，我们所有居民应当悔改到主面前，从老到少，停止只满足自己的活动。感谢赞美主。你在历史中多次彰显大能，不止惩罚一切作恶的人，并且要拯救悔改归向主上帝的人，使我们可以在圣殿中的敬拜再次得到欢喜快乐，在主所赐的美地得到新油新酒。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咱继续来用今仔日的金句吼。了后，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予囝有肉体的，恁的囝、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恁的老人要得到民望，恁的少年人要看到异象。约珥书第2章28节吼，咱做伙嘛是用华语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感谢赞美你，在末后的日子，在以色列悔改和复兴的日子，地上万物生机恢复，更大的福气临到上帝的百姓。这福气会降临在全地敬拜主上帝的人中间。感谢赞美主，圣灵浇灌如同甘霖，不分男女老幼都得应许。如同当初摩西的祈愿，惟愿耶和华百姓都是先知，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感谢赞美主，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你的百姓。主赏赐五谷、新酒、新油，降下秋雨、春雨的甘霖，为百姓行了奇妙的事。使百姓不致羞愧，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真感谢牧师每一天拢安尼写足水的金句甲祈祷文，互咱来体会伊对上帝的体会吼。咱真望兄弟姊妹，咱嘛会使练习家己抄一句真金句，啊写你家己的祈祷文，搁较亲密来甲上帝来讲话吼。
所以继续咱要开始为着教会甲咱家己来祈祷吼。来，第一个是为着即个风台吼，明仔载可能会宣布过来即个入境啊，甲是毋是会上课啊？若是明仔载有宣布礼拜日停班停课吼，咱就会两场礼拜夹做一场啊，改做线上吼，惊大家即个交通会较无方便吼，所以咱第一项代志来为着即个风台来祈祷吼，啊，这嘛是最近的一个学习吼。以前拢祈祷讲风台莫来台湾，毋过即马咱知影讲，咱爱来祈祷讲，啥物代志拢有上帝的念力吼，所以即个风台要来无爱来，拢是上帝的旨意。伊来嘛有真水的所在，无来嘛有真水的所在吼。咱爱学习来搁较深根了解上帝的旨意倒位，所以咱可能会当祈祷讲，若是即个风台来，咱莫拄着像恶当当的代志吼，比如讲有足侪即个土石流，也是有的所在需要迁村，也是来这预防即个风台吼，咱来祈祷，互大家拢会有即个心理准备来备办到上好，啊等即个风台来，咱尽咱的力来维护咱的家园吼，咱做伙来为着明仔载后日要来即个风台来祈祷。刷咧，咱嘛继续来为着咱的疫情来祈祷吼。今仔日有2位的国内确诊，5位的国外确诊，啊，搁有一个确诊的死亡者吼。咱来为着因的家属来祈祷，求主医治的灵甲因三甲伫地，互因会当赶紧的来恢复。啊，咱嘛继续为着咱的医护、消防、甲警察遮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来祈祷吼，求主赐互因健康，互因的身心灵拢有上帝的气来甲因三甲伫地吼。咱嘛为着即个疫苗的施打吼，最近开始大家伫拍注第2剂啊，较少年的可以伫注即个第1剂吼。啊，有真好的即个效果来带到，啊嘛为着即个邦桥即马新北市、台北市有即个第二塔变种的即个病毒吼，求主来帮咱全世界甲台湾，咱对即个疫苗会当有真正有一个无共款的学习吼。啊嘛为着即个虽讲即马降是2级吼，毋过祈祷互咱即个防疫措施各行各业即个解封，啊，所有的百姓人员拢会当保持即个较警戒的积极的态度吼。嘛为着咱的政府疫情指挥中心加执政团队，求主赐互因智慧甲真好的应变能力，咱为着咱的疫情来祈祷。
刷咧，咱嘛继续来为着教会即个大家庭来祈祷吼，为着主日礼拜小组团契的聚会，咱渐渐恢复即个实体的聚会，啊，互大家会当继续来遵守即个规定，比如讲爱实名制登录，也是喷酒精戴挂喙罨来祈祷吼。嘛，恳求主保守咱的兄弟，会当坚固咱的信心，仰望信靠主耶和华。嘛，互5区的中级会当关心咱的会友，伫即个真艰苦、零接触的时刻，咱会当做伙来经历天父零距离的即个连结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刷咧，咱嘛为着咱的肢体每一个家庭诶生活的需要来献上咱的代祷吼，特别为着陈明俊兄伊伫9月初7安休，啊伫10月初2下晡的10点半伫宜宾有告别礼拜，求主来安慰因的家属吼，咱作为着即个陈明俊兄的家庭，甲阁有咱教会心灵软弱也是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继续来为着因来代祷，请咱做伙来代祷。
咱即时嘛来为着教会事工来祈祷吼。咱即马有足几组的即个对犹疑到相信的工人开始即个1对1的课程开始上课吼，求主来帮咱。伫即个过程，才会开始上课的工人，因会当整理家己的即个信仰，嘛，互伊来操练的即个对象会当听到主的话语吼。另外，咱的即个活典的即个小组的幸福7课，即马差不多伫第6、第7课拢准备要结束，咱嘛随时要开始咱第1期的课程吼，求主来帮咱，互咱教会即个。宣教甲即个教育的即个事工，真正无论是对外还是咱内部，拢会当愈来愈亲，愈来愈亲近主。吼，即个礼拜嘛是玉山神学院的即个奉献主日，鲁马牧师明仔会出发来礼拜来讲道，咱嘛为着伊即个出日的平安来祈祷吼。9月26号，各团契会长爱。进前爱改选，有诶会团契已经选好啊，有诶会长团契阁继续要来改选，求主带领，互咱会当得到真有智慧、有能力诶会长来引带每一个团契吼。嘛10月初3，咱嘛要召开临时互会，要改选中级求主帮助咱教会每2年诶一摆即个中级改选，会才真正选出。上帝罗卜来做伙，甲上帝来做伙服侍教会的集体，互咱为着遮个代志来代祷。来，咱嘛为着即礼拜拄开始的感觉甲朋友合作的即个师资据点的课程已经开始吼，伫拜1、拜2、拜5吼。台湾即马不只是进入即个高龄社会，是即个超高龄社会吼，所以即个以后咱即个课程的需要，应该会当帮助到真侪需要的人吼。嘛为着台神。即马后礼拜开始，即个有3个课要伫咱的教育馆来开设，会当帮助搁较侪兄弟姊妹伫无共款的课程，会当学习无共款的功课，咱做伙来为着即2项代志来事工来代祷。
这时，请咱做伙用这个祈祷文来祈祷，这是华裔哈。全能的主上帝，恳求医治全地，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世人必听见你安慰的声音，鼓励的话语，心中的力量能刚强起来，勇敢面对挑战，靠主战胜艰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你的恩典乃一生之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咱将时间交予柯牧师。感谢主上帝，互咱踮伫即个环境、疫情的影响下面，真侪活动、行动拢受限制。不只侪人咧讲，这敢若好亲像经历一个安息的个，还是安息年共款，互咱的步调较慢、较轻。毋过真重要的，即款的疫情嘛咧提醒咱，敢若亲像主耶稣甲咱讲，着爱趁日时好好做工。因为米时若到，什么都拢袂当做，要把握白日做工。因为黑夜到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等到互咱各一摆会当把握机会，每一摆的机会，咱拢会当献伫主的面前。所以也毋忘通过咱的服侍，甲通过咱每一日含主相同行，咱的祈祷。要得到主耳孔来听，咱所关心，无论是咱厝内人，还是咱的工作，还是咱家己本身身体、心神的需要，各一摆摆列伫主的面前，感谢主上帝，互咱今仔日会当三甲来组织咱同心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面前三甲组织的时阵，阮极其欢喜。因为阮会当伫你的厅内面得到真实的安息，嘛伫你的厅内面得到新的快乐。圣神啊，帮助阮，互阮会当好好把握每一个今仔日，因为主你所守护的，就是伫今仔日你真实含阮相同行。无论阮的需要、软弱、困苦、艰难，拢会当交托伫主你。因为主你家己讲，你关怀阮每一日。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会当到你的面前来，实在是极大的恩典，也帮助阮把握这款机会，倒转去甲阮徛起的所在时，知影主你有缘甲阮三甲同在，愿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拢无离开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好，感谢好，咱今仔日聚会到这，愿主耶稣上帝欢喜的面看咱，也互咱得到真实的平安。线顶的兄弟姊妹，咱有缘共款，把握机会会当厝内人互相带祷平安。